情慘，呢次禍情慘。好在我快手把寺門關，拆兵嚟包圍。孫飛虎作反，要小姐做夫人，仲話3天為期限，過期要放火燒寺門。夫人你速決休辭萬休，辭萬。哎呀呀，晴天霹靂禍狀快啲，可憐我母女夫傷，萬望慈悲救啊！唉，夫人，有咁多賊，我都冇乜辦法㗎噃。咁點啊？冇辦法都要想辦法㗎，不如大家想下啦。係噃，寺裏邊有咁多和尚，又有咁多進香客。不如夫人你出下重賞，或者希望重賞之下就必有用夫，咁或者可以替你解圍啊！大師，你講得啱，啱啱係金枝玉葉，又點可以嫁孫飛虎呢？如果係有人退咗賊兵嘅，我就要送埋嫁妝，將小女去配他為妻。就算唔係門當戶對都唔緊要，嫁和尚都可以嫁大賊啊！曾俗聽者，對人有計，直說不妨。如果想到嘅，哎呀，都好過嫁大賊啊！係咯，你哋邊個有辦法嘅就講啦。想下啦，想下啦。你有退賊之計咩？有。夫人，呢位就係我嘅忠侄張分瑞，參見夫人。張先生又嚟，張先生，不如有咩辦法可以退得賊兵呢？夫人，賞罰分明，其計必成。蔣老身方才曾經說過，如有人退得賊兵，我就送埋嫁妝，將小女配他為妻，決不食言。比如張先生計將安出啦。中足乎，佛門定有精武之人，能夠黑夜帶書，衝出賊圍，試問誰有此膽？有，威名力能以一擋百。比如你想佢帶什麼書函？你對賊人高聲喊，假意應承佢照辦，為小姐守護孝，如期3日謝孝三，請佢遠退1轉地之遙，免小姐驚心花容減。杜確就是我良朋，虎兵有數萬，將軍號白馬，佢鎮守在濠關。我有一紙書，期待當能來救玩。請張先生從速收書求救，我去將乖女安慰一番啊！